你好豆包，81歲 TVB 老藝人居然仲要供養緊全家喎！呢單嘢對於我哋為人父母嘅有乜嘢啟示呢？大家最熟悉嘅81歲老戲骨李家鼎，晚年靠阿爺廚房賺到唔少錢，本來以為可以安安樂樂嘆世界，點知前妻思明一過身，屋企就爆出爭產大龍鳳。鼎爺終於忍唔住，親手揭穿晒成家嘅衰嘢。佢好心酸咁爆出，咁多年嚟一直做大仔李永漢一家嘅人肉提款機，除咗每個月硬掘5萬蚊家用，包晒3個孫同屋企開支之外，仲要額外孭起思明所有醫療費，前前後後俾大仔兩公婆榨乾差唔多200萬積蓄。但為咗前妻思明可以過得安樂，鼎爺一直死忍。但佢點都估唔到，自己連思明最後一面都見唔到。思明走咗之後，大仔兩公婆竟然瞞住死訊足足10日，期間仲繼續話思明要交醫藥費，再問佢攞一大筆錢，到手之後先肯講真相，激到鼎爺興過辣雞。佢當場鬧爆大仔兩公婆，簡直唔係人，淨係識得講大話博同情，從來都冇拎過任何一張收據出嚟。鼎爺仲鬧爆個大新抱手段鬼鬼祟祟，同大仔一軟一硬，又喊又鬧，揸住思明做擋箭牌，不停問佢攞錢。雖然佢一早睇清晒，但為咗思明一直啞忍，到而家佢晚年積蓄幾乎俾人挖空晒，慘到手停口停，過咗80歲都要繼續捱世界，甚至要周圍問人借錢，激到佢冇晒心機，難怪密到成個人瘦到得棚骨。為免自己百年歸老之後啲嘢死無對證，再俾個萬億仔李永漢借啲意搞出啲遺願，鼎爺決定正式對外宣布，將名下所有家產同身後事全部交俾細仔李永浩全權負責，同時即刻供養大仔李永漢一家，從此一刀兩斷，老死不相往來，冇底線嘅物質供養，養唔出識感恩嘅細佬。李家鼎多年嚟冇條件滿足大仔一家，包晒家用、醫藥費，挖空積蓄，換嚟嘅唔係孝順，而係得寸進尺，騙。父母過分付出，冇底線縱容，只會養出自私自利、唔識感恩、淨係識嘆嘢嘅細路，最後搞到親情耗盡，反目成仇。一句講晒，養兒防老，防嘅唔係錢，係德行。父母留俾細路最好嘅遺產，唔係家財萬貫，係刻入骨子嘅教養同感恩。